正德皇帝当身来的查家长招亲，万万想不得，长安公啊也想拉婚，来个王爷这样把年纪60岁，他58岁的男啊，不答应。查金陵小姐好，当身来的一儿于心搞不呢，咁有的搞不旁通我心有搞不个啦啦的个。皇帝呢，今朝东方之雅，高高兴兴，面孔标致，声音杀气儿。皇帝高兴之际，那谁叫皇帝？那么个女性兵特别说，呀，不对，杀狼不对，那面孔是讲标致。文武双全，屋里也是这样该家当。你为啥肯嫁给我60岁一个人了？这个理想一定要隆隆清爽。那么皇帝啊，你非要隆清爽的呀？不隆清爽，一眼没事体啊，做国的，不要做天做地去隆隆清爽。你要做天做地去隆隆清爽，那么整个上铺啥体叫做戏。啊，小姐，官人，在下一日同分。呀，官人问什么？临真若是都来婚宴，小姐怎肯下嫁于我？这个，哦哟，金定聪明人，一听就懂。要要离婚，一比的女子来。你心下不心了嘿，干么呢？还在的让我来当战后，要才是为之我害呀！呀，官人。李须贵。回来回去是宝贝我自家一个独养呢。我娘老早就过世，也一许诺我偷渡，你为之我，一直到现在分所以，虽是张婆后娘对我不好，所以要去和宝贝我了嘿。要不知嘛，我嫁一个年龄相当的小伙子，可努力想得到那个年纪要比你为一大，所以要心温你在，这个地浪向。你不能挂我养个，官人，您说是吗？来让天涯高升，因为我年纪都在要800里，所以拉婚，不舍得能嫁给我60岁的人了。咁难怪难高升，不是啥事，
长眉公拉婚总是不得，那么你爷爷拉婚的，你男些等我6岁，不是当我26岁呀？你些等我6岁，你哪肯嫁给我？那这个定也进入车上。啊，小姐，官人，临阵来婚，小姐面向我那年迈之人，你怎肯下嫁于我？呀，官人呐、谁是坚定是女泪悲，我是一规范多金人。其实皇帝啊，查金陵这个2句闲话非常真切，一言没句，全部才是真话。的确，为之免得嫁不了帮通，嫁不呢言而有信。那么皇帝啊，把人家讲的是讲真切，是讲诚恳，哈这样，哎，但是历史里这个皇帝才是讲的，比正常的人了，要多上一根头上，上要切差的嘞。哎呀，妹妹讲，我看这样好，那言而有信，我哪相信那言而有信？那个要言而无信的，侬是讲好。啊，妹妹讲，阿为的那当中有啥偷的？我主心啊，我马之八个，所以你这个闲话讲起来，非要讲60，不是这样讲不呢？啥体？其实你希望我不是，哎，我不是，警察人情。明朝他人立德家当重新再搞人，你讲了，哎，法国有个小伙子26岁，他个高兴83岁，啥体让他感动的？妹妹讲，我今朝有心来试一试呢，试啥？我来扩穷，我穷得来打打地。我穷得来差价地皮，光我口内呐喊。皇帝要扩穷噻，做工好的人杀上头里2头1头。哎呀，小姐，
官人，你上当了啊！啊，怎说我上当了？哎，我同林真的讲，非美之宝乃是假的。啊，假的？那么你以何为生呢？哎呀，可怜我啊！仿佛一剑，地覆一龙，浪荡江湖，美你为生。我们两人虽则背了天地，但不够上非有法。思来想去，想起一片恻人之心，想我们怎能辜负于你呀？故而心房之中实已相告。现在我们来这干什么呢？我太白菜，我马球的干，你以我懒，以我穷，现在还来得及。你觉得讲，你讲。我马上就扑给滚蛋！哎呦，金定分可传啊！上你来骗我啊！我有他有点关后，给我够力嘴！哎呀，副主管已经人情包档子，哪够力嘴呢？这是你为何嘞？他是再加个3、5天，我已经是你一个人子。这个辰光，当我讲我挨了来不及。从这个一点上看啊，你这个人大不错的，这是真正够力嘴，要神体见我搞不了帮头。哼，假鸡在鸡，假球在球，马球队嘛谁马球队？你得了前队马球队嘛，我得了后队，但你推卸啥个一组？你两个的夫妻同心，你这样个，再说我要是安心高档。总不记得眼睁睁看你两个头吃苦啊！但这样来个的高档，还总归侪是我差劲定的，定定你的心呀，官人呐、我与你提离杯，一生情能。两家身比作了一家身，总是你家头四比内都是。总是你风沙的月丹分，奴家几内几，不必心人吹听能定，谁是你自家身？无人我崔家因否成不为
下我与你已经成亲拜堂，理该祸福同享，患难与共呀！皇帝爱特了，啥？我穷得来参加地皮光，我马球的乃神牛当太师上个呀，为乃愚公。好，查鉴定啊，查鉴定，乃真正女中善妇。查鉴定啊，乃待我好，不为不好。我年纪30了。我地位高，我啥人？我皇帝一国之君，哈！你对我好，我还要对你好。不是啥事，皇宫里向的女人个个对我好，不稀奇。晓得我是皇帝，对我好，宝马让我身上享荣华水富贵，一人得到鸡犬升天，屋里向一家人家全部发展。而你查鉴定对我个好。这个是真正的好，不嫌我老，不嫌我穷，你不晓得我是皇帝，你讲啥？你屋里该家当，你来养我，嘿嘿！我刚做大花园，今朝我碰上大铁屋头，皇帝一卡问，嗨！官人，你笑什么呀？笑你才监听，有上当了。哎呦，一上当咋？未必马球队我也太位，你是老西干，你究竟是干什么的呀？做啥？做皇帝的。哎呀，才讲是，我不才讲。把个名字不来听听的，晓得我皇帝叫啥个名字？啊，小姐，官人，向谁下的真心实名，叫知会照。啥个名字是俺难听？叫知遇族。朱厚照是什么东西呀？皇帝气昏没拉的，至于这什么东西，我皇帝比什么东西？皇上难怪，你不晓得，不晓得么？今朝干什么呢？小姐，官人，我非是旁人，你是当朝天子。那么坚定真心合照。搞个男人烂的穷的才不爱的，这里向郁闷的拿出的钱。哎呦，你不要命了！你这个死老头子，冒充天子可是要杀头的呀！你这死老头子，你有神经病的！也是一个来当神经病啊！可不是讲，我征战时候真金不怕火，怕火不真金。皇帝的腔调拿出来，谁家兄一听。啊，爱情！哎呦，一看你自家兄一听，一本正经叫我爱情。哦哟，你真的当自家是皇帝呀？哟，我看你这个人，这张脸，哪一点像万岁爷呀？哎，气昏，是吧？是吧？我这个人真的是吧？16年皇帝做下来，我这面孔但是不像皇帝。那么好几些，那你查鉴的眼睛里想看出来，我为啥不像皇帝？今朝要隆隆吹上。啊，爱卿，你因何不信我乃当朝的天子？你讲你是一个知君么？哪见我相信的了？啊？皇帝们应当得了北京皇宫里享荣华水富贵，随手出京，百家的人随后而用，应当不计其数，浩浩荡荡。哪里个皇帝会得像你这个一个字出来，百家的人安排？再说，你皇帝们草稿章是那种写上话，你哪会来呢？随手来嘛，你皇帝的名就实动的了，
你也哪位上来的比武则亲呢？所以我说你不是当朝天子呀！哎，你这边是，这2、3个班队把你做来的，对的。皇帝为啥不来皇宫里？皇帝养正赐予到皇宫里向，不应当出来的，随手出来，爬上御林军，浩浩荡荡啊，随后后拥。我那位一家的，我皇帝哪一位上来的比武则亲，班队才不理出来，聪明啊！那么这里向欧哈些，查见那个你叫不了解我这个皇帝，我这个皇帝凌于一公个，我这个皇帝我身屁股手不定谢谢拔出来个，这个讲得我是皇帝，一定要让人相信。你不相信，可是我到底哪位人？其实皇帝啊，你不相信顶好，你非要你相信呀？为的不叫你谁会相信的？这是皇帝做过的。皇帝东方路真人来讲的也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差点点代理真心。皇帝是人吃做饭的，吃五谷的人懂好去的。你对我这个好，我来告诉你，其实皇帝啊，你这个道理啊，立得了家，立得了一半，是常识，但是那个身份都是，没啥个身份，皇帝啊，你哪好搞啊？清国的唯一的因素，差点点标志，皇帝看见漂亮的女人。头里发文，脚里发票，心里发慌，脑子发文，那么告爱情啊！期间。我这里一要真心来待亲亲。我的真心生命价值后照，我这张身后的大名恩，君们。这位，我是非佛誓言，万公尺，狗黑我，这得虚假假。来谋真情，为这位天子身份来败露，旁人唐与没分
我心明两时要难帮真根其实我初次来到彩中地，我真该一面是敌军，所以我值得来满真能见到时间。你听见待我忍一下，我这里亦要真心待chân chân心房之中来露真见你对我好，因为你对我好，以心待心啊！你不依我懒，不依我穷，我应当来这干什么？我是皇帝，你既是那个地位高的，一国之君，你讲不我，你眼睛张开。那么刚刚你拉门，皇帝那不到皇宫里。对啊，为啥跑出来？为啥呢？还要我吃饭出来，我要紧事体啊！为何不在建都地？迢迢千里上头雁，为了什么呀？哎呀，也是把你们不能讲的。为啥？弄出来来见娘为把娘养了私生子的，跟我难讲，跟讲出来不要怪我冷面皮的。哎呦，皇帝非要面孔忙于呢，皇帝把娘会得养儿子改，哪个好的？搿抬抬到家有一根。哎呀，我哪弄法？哎，一动那就绝了。啥天来是讲，偏偏的离不下来，啊，还说一声，我自家是得高大的、伟大的、英明的，哎，自家们要树立自家形象的。爱情为这位华人居居三宫殿，非孝子民如后言，我在宫中
正月，我来王宫里，我只要看看本章。哦，老百姓一家好过难过，父亲上看不见。好，本章来要看地方官员，地方官员忠心耿耿，本章上来句句事实。对，有种地方官员缺好。老百姓一家难过，立时要升官，要发财，只顾自家，不顾百姓。瞎讲子，瞎讲啊！老百姓明明饿肚皮，你讲哟，现在大丰收，地方上好得不得了，老百姓一家好多，我当真的。那么我们家乡里让你升官，百姓有声载道。老啊！事能载舟，也能覆舟呀。不错，我们的皇帝要爱护百姓。对。那魏玉忠呢？盯得大，我盯得大。偷账官。明明地方上人家买好过，报上来个本账。哎呦，不灵光灾发动水灾，哎呦，地震灾，闯祸灾。那么我当真的，我们爱护百姓。老百姓一家难过关，好少发救济的粮饷。结果呢，地方上买太平的铜的咕噜多，塞到偷官袋袋里。废物厂里非常要紧。一定要废物厂里。对。山东地方上上来个本章，上有了。一经讲山东地方上老百姓一家好过。我已经是个问号，不对哇！山东穷山户，呢现在本章上来，谁讲的这样好？阿为这个里向有虚的，所以我下定决心，我此番自家跑出来看一看。到山东。我为了方民们进到山东，我来采访民情。跑到山东一看，是两样。本来山东地方浪向，苗way拨我听个，身浪向老百姓的衣裳是铺纸落少，有交关老百姓饭吃不饱，一家难过。强盗出门无上，为啥有强盗？老百姓一家难过，这个叫官逼民反。官员好了，百姓一家好过了，没人做强盗，没人做实达的太太的。对官。那么这个一趟我到山东，我自家亲身体验。那强盗一个问马上，住了柴房里向太平平，没什活头，说明啥？老百姓一家好过在，一路过来直到上街，到上街呀，老百姓身上向的衣裳我一看，灯灯亮亮，沙沙落落。老百姓一家好过，说明地方官员爱民如子，山东老百姓是一家好过在，地方官员势力远方。搿么我想。上州有大山花，小山花我分嘴，小山花我还要去看一看。所以后头来我是避开大路，插小路。插小路一大路过来，蔡家庄，你讲我为啥比武者清？蔡家庄小山花，我也不认得个，听阿芬听说过。我是府医当中经过的。真的男眼光好，那男妇女一家不帮头，气好。哎呀，这个玩意来小人，来台上规矩我懂了，点到为止。对官，黑面孔，大身盘，来台上不里梆一个扫堂台跌拉地上，跌拉地上，如果立不起来，人输着，那就不能再靠着。对，但是里呢？那要杀人，
我的家狗过浪扎了砰，拎起来挥，要想挥杀你。哦，我皇帝来了。天天把人朗朗乾坤，你让我皇帝眼皮底下你要杀人，老百姓三个才是我的子女，不允许！我砰抽上来的，我黑面孔帮又卷下来。想不到，我上次来的帮通看见我，狠心毒舌。你哪讲？我自家把年纪上来的，当我这里特高兴。我不是要庇护这些，我是来救人的。皇帝个中常话说句话，啥叫啥救人？一门心思来打来的，这不好意思，我自家面孔朗朗贴金。金定啊，皇帝啊，帮通看我年纪大，欺负我，盯着我，乒乒乓乓。你这个盯了我皇帝也不是吃素的。我从小媳妇好本事，你来欺负我吧，吃我吧，牙齿带他。我的本事天下无敌，一等一个大将，百死为杀，当我才来比武，个个才巴不我。我的本事，你要想吃我，来打我，结果你，结果把我打吧。本来我是想打把你的，我想救人救他，我把路在，顶了我打，我脱不了身，逼得我动手，所以实干了，我打身来的。金弟啊，老我应该不错，我实干把年纪打身来的，你两家的个缘分罢了该。我是奉义来到蔡中皇帝巧女比武来招亲，喜事姻缘今生来人亲，狗儿是不由其理，皆知神。爱卿事到如今，你可信得我乃是当朝的天子？这个听你说这番闲话，有点道理，无非相信。哎呀，到底事体够不够啊？是个，再来问问看。你说你乃当朝天子，可有何凭证吗？哎呀，老句一定要看凭证。那么皇帝啊，这个凭证你发拿出来的，拿出来之名也不服了个。皇帝不对称，哪里要东方露出我是因何为计说？